方想同你了解多少少，可能而家香港 IPO 首季嘅狀況係點樣？咁因為傳統嚟講，1月、2月咧係偏靜㗎，因為2月會有農曆新年啦，咁所以以往嚟講都係要去到3月啲公司先真係出嚟招股，1、2月咧唔會咁多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個趨勢同埋以我自己嘅經驗咧，我會覺得係今年嘅開局啦，係屬於係 IPO 係強勢咯。咁我大約睇一睇咧，佔40%都係生物科技、醫療板塊，3成啦。我哋話就係我頭先講嘅AI 晶片股、硬科技呢一類咯，科技股啦。咁跟住咧，大約2成係新能源、新材料。咁最後咧就得5至10%，即係不足1成就係屬於消費類啊、服務類。因為可能上年其實2022年都有一啲消費可能係好似蜜雪冰城咁樣，都算係一個即係都好大嘅一支 IPO 上市。其實咁都會預期其實唔同嘅行業其實都會有佢哋嘅各自嘅即係比較大隻嘅IPO 上市。2026咧，我暫時唔覺得消費股有啲好大隻嘅，可能有一啲要上嘅2025或者2024已經上咗，再嚟個消費股或者係消費服務類型，未必真係咁大隻。但係咧，自從所謂行得先啲或者係龍頭嘅 AI 公司年初上咗，即係得到好成功嘅迴響，又或者好受市場歡迎之後咧，的確而家入表或者係傾談中嘅企業打算今年上市或者我哋話上半年啦，咁係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 AI 同機械人股咯。新股市場熱鬧，令到更多投資者積極參與抽新股嘅行列。喺舊年總共119隻新股中，有接近100隻都錄得超額認購，平均認購超額1500倍，較過往平均超額幾百倍要高得多。新股市場僧多粥少，而自舊年8月起，